自2024年12月初5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百姓带来的恶果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罗马书第1章24节到32节。所以，上帝出在因趁家己心内的欲望去做无清气的代志，直到彼此糟蹋家己的身体。因用虚假替换上帝的真理，因敬拜服侍被造物，无敬拜迄位造物主，伊才应该永远得到称赞。阿们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出在因放纵通见效的肉欲，查某人甲查某人用违反自然的性关系代替甲查甫人自然的关系。查甫人嘛同款放杀甲查某人自然的性关系，彼此欲火攻心。查甫人甲查甫人做见效的代志，结果着受偏差的行为该受的报应。既然因无要真正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出在因的心思败坏，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。因充满逐款的不义、歹心、贪心、恶毒，满心怨妒、谋杀、斗争、奸诈、阴谋，讲脚趾后话，诽谤、怨恨上帝、侮辱人、骄傲、夸口、制造是非、误入父母，无明理、无守约、无情、无怜悯。因虽然知照上帝公义的判断，做这个代志的人应该死，因毋若家己做，甚至嘛赞成别人安尼做。百姓带来的恶果，伫罗马书保罗一直解说什么是因信通得甲上帝有合宜关系，也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保罗用上帝受气和公义来对比人的罪，指出拯救是上帝对人类的恩典，这也是罗马书的中心信息。过去，犹太人掠做只要遵守摩西的律法，就会通得救。保罗却对这个信念提出反省，指出若甲上帝的救赎看作通用行为达到的目标，那安尼上帝的救赎不过是廉价的救恩，耶稣基督的死就无意义了。人确实是软弱的，心内想的甲实际做的往往无共。保罗的内心也常常有这种矛盾，所以伫罗马书用大篇幅论述人的身体常常受另外一个法则驱使。当人愿意行善，烧就来救甜，互人内心交战，袂当脱离罪的捆绑。保罗讲：我这个人有够凄惨，什么人会当救我脱离这个至到死的身躯？保罗这句话讲出人的心声。保罗伫经文中直接指出人的不虔不义、蒙蔽真理，上帝就显示伊的义愤。上帝惩罚人，因为关系伊的代志，人通知影的。上帝已经清楚摆伫人的目睭前。人虽然知影上帝，却无归荣光互伊，还继续做歹。所以上帝出在因存败坏的心，做遐个无应该做的代志。咱是毋是有读出上帝的无奈呢？人生命中的一大挑战，就是袂当靠家己脱离罪的捆绑。伫旧约中，以色列人毋但拜偶像，阁常常行淫乱，因学外邦人以庙基来挑起敬拜者的情欲，亲像保罗伫本段经文所讲的同款。对经文的讲述，通知
同性行为的问题，并毋是今仔日才有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。今仔日伊还已经无搁再甲同性恋当作是病，也是变态行为。人对同性恋的起见，症结毋是同性恋是毋是正常的问题，是有人照着性开放的观点，甲无正当的性关系合理化，这才是问题的所在。换一句话讲，同性恋者对性关系无约束和节制的态度所造成的性泛滥，甲异性恋者婚姻外性关系的泛滥是同款的问题。所以保罗伫第1章24节安尼讲：所以上帝出在因趁家己心内的欲望去做无清气的代志，直到彼此糟蹋家己的身体。保罗指出，既然人认为毋免承认上帝，上帝就出在因存败坏的心，做遐个无应该做的事。伫遮爱注意出在这两个字，伊含有无搁再理会之意，也就是讲已经劝导侪遍，一再告诫，也无效，只好无搁再甲因理会。这代表一种失望的心情，也代表将来会有审判的意思。今仔日的经文虽然停点伫负面的话语，咱也是通照着安尼深刻反省家己是毋是犯下相款的错误。感谢上帝，互咱通透过伊的话语发现家己的错误，搁回转归正，避免自食败行的恶果。默想研读经文了后，搁再一遍深刻反思，愿我的生命会当为主耶稣做见证。研读经文了后，搁再一遍深刻反思，愿我的性命会当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互我深刻反省家己，求你帮助我远离罪恶，怜悯我的软弱，搁指引我行伫你所喜悦的道路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